多謝大家俾我哋嘅肯定最重要係多謝資本雜誌頒呢個獎俾我哋肯定咗我哋喺企業管理以及雲服務方面對呢個行業嘅付出同埋努力，以及我哋嘅超過32年嘅呢個公司嘅堅持。咁金蝶係內地第一個喺香港上市嘅企業軟件公司。喺金蝶呢，我哋其實係不斷嘅努力，同埋用最新嘅技術啦，為全球嘅企業提供最前沿嘅解決方案。我哋嘅客戶呢，同埋合作伙伴呢，一直係支持咗我哋嘅成長啦。咁呢個獎呢，係激勵咗我哋不斷咁樣係去超越啦。未來我哋希望係能夠喺行業裏面繼續引領啦，並且係為我哋嘅企業客戶呢提供更大嘅助力。係，多謝。